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陽光財經，我係 Sally。今日係2026年7月8號星期三，標普指數今日跌咗21.14點，跌幅0.28%。日內一度試過探底，不過中午之後就彈返上嚟，所以喺日線圖上邊形成咗條下影線。下影線就提示下跌嘅時候有人接貨，跌唔深。日 K 喺尋日同前日突破咗三角形整理嘅上軌，就係圖上邊畫嘅喺上邊嗰條白線，但係冒咗個頭出咗之後又縮翻入三角形兩條線入邊，呢個意思就係調整仲未完。納斯達克指數升咗51.96點，升幅0.2%。日線仲喺三角形整理入邊，呢個三角形兩條線係收斂嘅，即係話開口越嚟越細。預計過多幾日就會喺整理形態入邊走出嚟，方向通常都係向上，除非有啲咩意料之外嘅重大市場利淡消息。美聯儲今日公布咗上次議息會議嘅會議紀要，就係6月開咗 FOMC 會議，政策佢嘅變化。當時沃實發言俾市場解讀做鷹派，股市受壓下跌。喺會議紀要入邊，我哋可以更加詳細咁睇到內部討論嘅細節。沃什上台之後第一次議息會議，重申要維持銀行體系有足夠儲備嘅政策，仲明確講明唔會再重複任何暗示未來可能寬鬆嘅措辭，即係話要將寬鬆呢啲字眼喺聲明入邊刪走。美聯儲嘅聲明變得好簡短，咩暗示都冇晒。喺經濟形勢評估部分，會議紀要顯示，雖然有地緣政治不確定性，經濟活動都仲係保持穩健增長，主要係因為企業盈利強勁，人工智能持續有資本開支，仲有消費都幾強。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定，就業增長同勞動力增長基本上同步，失業率嘅咩大變化。通脹壓力主要係嚟自關稅同中東局勢，令能源同原材料成本上升。當然AI 基礎設施建設帶動相關需求，都帶嚟咗通脹壓力。與會者認為通脹前景嘅風險仍然偏向上行，主要擔心嚟包括大宗商品價格高企，供應中斷持續時間可能超出預期，仲有高通脹可能影響長期通脹預期同工資定價決策。委員會討論嘅 AI 投資嘅影響，認為短期內會推高科技產品同能源需求，但長遠嚟講有望提升生產力，增加總供應，從而舒緩通脹。委員會強調，未來嘅政策行動會完全視乎之後獲得嘅數據。喺高度不確定之下，如果通脹持續高企，可能需要進一步收緊政策。如果通脹如預期嘅回落，佢就有機會維持或者下調利率。佢點樣評價美聯儲今日嘅會議紀要呢？美聯儲放棄咗寬鬆傾向，唔再俾出寬鬆暗示，呢個係明確嘅鷹派信號。長期維持而家嘅利率，細幅加息都可能會係未來主要政策方向。特朗普講完一番說話之後，市場即刻陷入調整。今日市場有重大消息，特朗普宣布同伊朗嘅臨時停火協議已經結束。美方有可能喺短期內再次對伊朗採取強硬軍事行動。霍爾木茲海峽一時間又緊張返，因為特朗普暗示可能會重新封鎖伊朗嘅關鍵港口。同時，美國財政部撤銷咗一項伊朗石油銷售嘅禁令豁免。今日睇返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航情況，發現過去24小時有34艘船通過，只係戰前平時水平嘅65%。呢個比起前幾日超過100%，已經大幅回落。24小時內，霍爾木茲海峽總共有3艘船遭到襲擊。油價都反映咗局勢變化，從大約70蚊一桶反彈到78蚊一桶。講到布倫特原油價格，之前嘅頂部形成之後，我就預測會跌到70蚊。神奇嘅係，油價跌到70蚊之後，消息面就開始惡化，油價就反彈返上去。有時候技術面同消息面一齊共振，配合得真係令人難以置信。特朗普牽台斯協議，應該係談判遇到佢哋難以解決嘅問題。美伊談判陷入僵局，協議都傾唔掂。喺特朗普發火之前，雙方已經互相襲擊。
特朗普鬧人鬧到好難聽，話伊朗嗰班人係人渣，係病態嘅人。伊朗有冇病態嘅人做領導？話同佢哋打交道完全係浪費時間。北約秘書長呂特表示，美國新一輪襲擊絕對有必要。佢哋喺北約峰會嘅領袖又聚埋一齊，準備又要開打啦。打就打啦，對我哋嚟講，要搞清楚戰爭對美股究竟有冇影響。我覺得短線個情緒上係有影響啦，中長線基本上冇嘅影響。本來係停火狀態，突然話要重重打擊伊朗，市場本來平靜嘅心又提起咗，所以今日股市有少少調整。但係由3月到6月嘅情況嚟睇，戰爭對美股大市指數影響唔大。標普指數歷史上從來都冇輸過俾任何一場戰爭，今次都比戰前嘅指數點位升咗一坨。近年喺美股炒作同回調嘅主要線索都仲係人工智能，但係電影孤注一嘅原型 Michael Burry 繼續加碼做淡 AI， 佢用離跌期權做淡半導體 ETF Nvidia 同埋 Portra。今次嘅矛頭咧係指向韓國公司大規模投資呢件事 ，Burry 就話呢個係市場終結嘅開端。佢究竟係咩事呢？三星同海力士前幾日宣布會投資超過5000億美金去建設晶片產業集群，所以 Burry 質疑 AI 領域嘅資本投入未必可以換嘅相應回報。除咗呢啲之外，佢哋淡嘅原因仲有估值實在太離譜，半導體板塊普遍高估，有冇 AI 公司燒錢續命？有冇似當年互聯網泡沫嗰陣？近3年將 AI 行情同互聯網泡沫嘅左比較嘅文章同影片都好多，咁淡 AI 嘅人都唔少。但係呢，太早咁淡其實唔係咩好事，因為咁樣可能會錯過牛市，甚至做空都會蝕錢。大空頭 Barry 上一次成功已經係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。你睇下咁多年過去，做空基本上都冇咩着數，美股多數都係升多跌少，要真係捉到一個準確嘅時機去做空，其實真係唔容易。但係 Barry 都有機會成功，因為日日都唱淡，總有一日會中。好似我哋基本上都唱好，大部分時間都會贏，但係總有一日都會跌一跤。跌咗都唔緊要，我會好快轉變睇法，應該唱淡嘅時候，我就會變做空頭。要記住，股市入邊其實冇咩多頭定空頭，淨係得醒目嘅人。仲有 Barry 話估值高，其實龍頭股而家喺軟件上邊寫住31倍，但市場數據顯示未來12個月預期市盈率淨係得18倍，係2019年以嚟最低。如果反過嚟計，204蚊18倍 PE， 即係話每股盈利大約係11蚊左右。第一季 Nvidia EPS 係 1.87， 未來仲有增長空間，全年預計11蚊就顯得比較樂觀。佢如果假設 EPS 真係可以上到10蚊，遠期市盈率18倍，其實估值都唔算高。市盈率呢個指標成日都俾人哋咁評估股票係咪價錢合理啊？但係你真係落場買賣，你就會發現咁低估平貨成日都唔喐，反而咁高估 PE 高嗰啲人氣爆燈。長遠嚟講，你會好似特朗普咁。我個 IBKR 公開戶口今日蝕咗2942蚊美金，截圖見到淨值係20.2萬。尋日講笑話，炒股賺唔到錢，但係可以賺到知識，俾觀眾鬧佢。觀眾話：你哋覺悟真係高啊！炒股唔賺錢，專登為咗學知識，你點解日日研究股票都唔賺錢呢？你睇下我呢張圖，每隻股票嘅未實現盈虧都係正數，淨係得 Circle、CRCL 係負數。但係呢啲錢都係以前賺翻嚟，今年就賺唔到錢。原因好簡單，今年嚟買美光同閃迪啫。特斯拉仲成日上上落落，升2日跌2日，搞到呢個展示戶口越嚟越嚟意思啊！以後就冇啦。等我減咗特斯拉之後，就唔會再為咗一隻股票重倉啦，會分散買，自己都開個超市，多買幾個品種，喺東邊唔掂，西邊掂，總有啲會賺錢嘅。我呢個戶口唔賺錢嘅原因就係特斯拉佔咗太大倉位，但佢又唔係行業風口。
我記得我上個公開戶口投資特斯拉，應該係2021定2022年嘅事，嗰陣仲好平。可能係路徑依賴啦，到而家都仲揸住呢隻咁。馬斯克嗰兩隻股票有個特點，就係超長遠有好多希望，但到咗時間又成日發現只係空頭支票，但都有好處，因為馬斯克有2億粉絲，流量勁大，散戶又中意炒。我發現特斯拉大約1個幾月嘅換手率就可以去到100%，意思係交易好活躍，好多短炒。美股市值頭10隻股票入邊，其他都係市盈率正常，淨係得特斯拉同 SpaceX 嘅市盈率過高。有觀眾問，你投資特斯拉嘅根據係咩？佢話佢見到呢隻股票嘅 PE 高到離譜，所以一直都唔敢掂呢隻股票。幾年前馬斯克有個薪酬方案，股票升咗，佢嚟到股票期權，嗰個薪酬方案係雙贏，最後冇諗到股權，股價都大升咗。舊年馬斯克又睇到一個1萬億美元嘅薪酬方案，呢個方案全部解鎖，目標係市值8.5萬億，股價要升幾倍。喺呢個方案入面，機械人的士同機械人產量係必要條件，只要馬斯克仲喺度，咁嗰兩隻股票就仲有得炒。有位觀眾喺留言區講，揸住咗股票10年、20年，其實佢嘅意思，用賺翻佢嘅錢去享受年輕生活，遠比50歲嘅住金磚有意義得多。如果嚟講，我而家做緊嘅一樣嘢，就係又攞住金磚，又可以享受生活，仲有十足安全感，就係買入股息率介乎3%到5%之間嘅股票，建立一個超長線投資組合，每季到處收股息，收睇就即刻用咗花。股息率落嚟呢個範圍嘅，主要都係咁關乎國計民生嘅行業，好似銀行、保險、電信、水電公用事業等等。嗰啲過去100年喺世界大戰同金融危機入邊都屹立不倒，仲年年加股息嘅公司，你就逢低買入，真係攬住金磚嘅呀！追住呢隻股 FOMO 殺跌嗰隻股又驚，到頭來可能都唔及揸住股息股收股息嘅穩陣啊！不如我哋嘅留言區繼續傾啦。今日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